拍劇毒死流浪貓張馨予被怒轟。大人，这菜里有毒啊！有毒啊！隻貓抽搐咗幾嘢就，这是有毒啊！係好戲定真係？內地劇《精忠岳飛》佢啲餸有毒，毒死流浪貓嘅呢一幕一出街，網民就即刻上插。身為主角，馨予都即刻出嚟解釋。小白貓沒有死，只是用了麻醉，下半身的幾下顫動是工作人員用手配合出來的效果。哦，麻醉。不過解釋完，大家都照鬧。麻醉仲好意思話自己熱愛小動物喎？麻醉前有冇問過隻貓仔嘅感受啊？麻醉對隻貓冇傷害咩？為求達到效果，就麻醉貓貓。學網友話齋，你哋有冇諗過佢嘅感受㗎？日本科研神奇修身，用攬酵素嚴選多種蔬果，幫你保持美好身段。用攬酵素震撼全城。